嘅另外一位主禮嘉賓，香港廣東汕尾市同鄉總會陳文清會長致辭，有請陳文清會長。李俊傑，部長高級助理，梁建雄次長，陳鑑南，立法局張文星師傅，各位師傅，各位嚟賓，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好。我咧今晚咧又係羅生派嘅影演名譽會長啦，又係我哋總會咧，今晚咧代表我哋廣東汕尾同鄉總會咧，對呢個羅生派國術總會咧表示祝賀。張文星師傅咧又係我哋汕尾總會嘅名譽會長，同所有個師兄弟都係我哋嘅，大部分係我哋嘅總會嘅會員。但係咧時間咧就過得真係快嘅。喺8年前咧，我記得咧張師傅咧就嚟同我講嘅，佢話清哥啊，呢個羅生派國術總會要支持嚟成立嘅。我好，眨下眼咧就8年啦。喺呢8年嚟，張師傅啊，即係俾大家嘅支持下，佢嘅努力下，我哋羅生派國術總會啊，一年比一年真係做得好。尤其是咧，依家咧喺南丫島咧就開辦咗一個坊會啦。我哋將呢個羅生派總會繼續發展呢個佢自己呢個武術啊嘅光明，就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勝意，家庭幸福。多謝大家。哇！好多謝陳文清會長。哇！陳文清會長，你嗰啲致辭次次都咁激昂嘅。好，相信在座咁多位都知道咧，今年2009年啊，係我哋祖國嘅建國60週年。中國文化信息協會為咗慶祝咁值得紀念嘅一年，特意編撰呢一個華夏輝煌。大家喺入口處頭先咧，同呢一度都見到有個牌，我哋動咗喺度嘅。點解咧？我哋嘅張文星師傅好榮幸獲得邀請出任呢一本咁有收藏價值嘅書嘅名譽顧問，請大家鼓掌。喺呢一度我想為大家簡單介紹一下華夏輝煌呢一本書先。佢主要嘅內容係輯錄各種值得我哋代代相傳同埋保留嘅中華傳統文化，加強各界嘅文化信息交流，令到呢一個世界上有更加多嘅人對我哋傳統嘅中華文化認識，同時亦都係借呢個機會彰顯中華兒女為咗呢一個中華文化發展而作出嘅貢獻嘅。張文星師傅一向喺推動我哋羅山派傳統拳術方面咧不遺餘力嘅，喺短短呢幾年裏面，將海豐嘅傳統嘅拳術啦，同埋瑞麟武藝向後輩傳授，成績斐然，大放異彩。相信呢一個大家都有目共睹嘅。好榮幸協會將我哋羅山派傳統嘅拳術收錄喺呢一個華夏輝煌裏面。而海豐瑞麟亦都被國家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令到各界對於呢個羅山派拳術得以更加深嘅認識。喺呢一度，我哋借住呢個機會向在座咁多位來賓喺咁多年嚟對我哋本會嘅支持同埋愛戴，令到本會嘅運作暢順致謝嘅，好多謝大家。而我哋張文星師傅將會更加精益求精，繼續提拔好似我哋啲咁嘅後輩，以發揚羅山派拳術，延續我哋海豐嘅文化，積極推動瑞麟武藝為己任。羅山派張文星國術總會嘅上下喺我哋張文星師傅帶領之下呢，一定會令羅山派拳術更加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嘅。
OK， 而家有請今晚嘅主禮嘉賓，中央人民政府駐港聯絡辦社會工作部部長張社會工作部部長高級助理李俊傑先生，頒授由中國文化部文化信息協會頒發嘅名譽顧問證書俾我哋羅山派張文星國術總會嘅總教練張文星師傅，有請李俊傑先生。好多謝李俊傑先生。請李俊傑先生就座。請師傅留步，今日咁高興，師傅你係咪點都要講翻幾句呢？而家有請我哋嘅張師傅為大家致辭啦。多謝你啊，李部長、梁處長、阿陳 Sir， 我不嬲叫阿陳格林太平紳士叫陳 Sir， 因為太熟啦。嗱，劉議員，我哋汕尾市嘅會長陳強先生，佢個來頭都唔細嘅喎，佢係廣東省委嚟嘅，所以佢個 title 唔細。但係咧，今年咧就冇咁多時間咧，就邀請咁多人咧就講説話。但係咧，我非常之抱歉。咁咧有咁多嘅首長、咁多嘅會長嚟支持我哋羅山派國術會咧，小弟係非常之萬二分嘅榮幸。因為在座咧咁多嘅部長、處長同埋呢個立法局議員咧，佢哋非常之忙啊。可能咧佢喺呢個典禮完咗之後咧，就馬上都會要去第二個場合度做呢個主禮嘉賓。我哋咧就千祈唔好阻我哋太多時間。稍後咧，我哋國術會咧嘅後生仔咧，就盡量去表演佢哋學到嘅嘢俾大家欣賞。希望大家今日開開心心咁食下間開心飯。多謝。